律師班畢業生祁家康、張大友、劉瑞業、黃俊明、薛尚容、廖一楠、鄧志軒、何燕超、李樂賢、梁浩瑩、黎燕如、戴子婷、葉影彤、陳雨婕、林超榮、賴雲章、祁俊宇、關成澤、何柏迪、鄧景希、簡曉嵐、馮曉靜、林津明、郭海琪、梁思翠、胡希義、馮詠詩、文子琪、韓瑞希、黃慧君。請黃慧君同學代表律師班接受畢業證書。唔該主席，請就座。請主席聯同各位嘉賓及律師班班主任李秋勤老師同律師班畢業生合照留念。